后来乡亲啊，搁来是5粒星的首长联手来拼观光。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屏东县长潘明安最近拢互《晚景》杂志评选为5星级的首长。两位首长今仔日跨党派合作，做伙来宣传跨域的旅游的优待。旅行团每一个人补助500块，还佫有高铁票拍6折等等。南北牵手做伙拼观光。南北弯弯，你会喜欢。离邦仔顶关签互惠的旅游合作，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屏东县长潘明安两位市长联手行销观光。侯市长呢，他个人是有这种铁汉市长之称。那我个人呢，我们在地方的乡亲或媒体把我形容成铁人。个人对潘县长非常的敬佩，认真努力务实。两位市长甲杯仔摕起来，啉落去，这饮料真有地方的特色，石灰做的菜宴，还佫有柠檬汁，佫来讲要拼体力。为我们市长单属的一个行程，这个十美的步道，铁人挑战的全攻略，长达128公里。我给你一条青春山海线，这条青春山海线152公里。为着争取国内旅游的大饼，屏东县补助10个人以上的团体，7月15进前带屏东超过2暝，每一个人500块。新北市嘛规划足侪条旅游的路线，搭配带暝交通，上加拍6折，足侪好康的。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追杀与否，我们是一起合作。防疫新生活已经开始啊，两位首长真拍拼，希望讲旅游经济强强滚。